啦，又嚟到2026年嘅一個5月啦。今個影片就係特登為射手座啦，帶嚟呢一個嘅5月嘅流月嘅星座運程對你嘅一個影響以及變化嘅喎。咁首先嚟簡單地介紹一下呢個頻道啦。我哋呢個頻道咧係最主要講一啲關於顯化法則啦，一啲關於業力法則、種子法則以及星象行星嘅一個能量嘅變化嘅。咁樣啦，其實總括而言啦，中心都係想咧幫大家運用好呢幾個工具啦，點樣做去打造你完美嘅一啲人生嘅。如果你中意呢一類型嘅資訊咧，記得要按翻一個訂閱啊、按讚、分享啦，咁樣先唔會錯過我哋嘅一啲影片㗎。我叫阿碧，我係嚟自於一個澳門嘅身心靈塔羅牌嘅一啲工作者，我喺呢一行已經做咗19年啦。咁而家我哋就馬上直奔主題先。5月份啦，你嘅命主星啦、木星啦，留喺你嘅8宮喎。咁8宮係代表緊啲乜咧？一啲親密關係啦、共享資源啊、投資理財嘅一啲宮位㗎。而且你啦，8宮亦都代表緊呢啲神秘學啦，或者一啲心理學有關嘅一啲板塊嚟嘅。咁樣好啦。咁喺過去呢幾個月啦，我相信有唔少嘅啲射手們啊，由於你嘅一個命主星喺8宮入邊，而且佢亦都係呈現一個旺相嘅一個能量狀態嘅話咧，其實你咧會有非常之深刻嘅一啲直覺力啦，好強力嘅一啲轉化危機嘅能力啊，甚至乎喺親密關係或者偏財上邊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啲運氣㗎。所以啦，真係如果投資要買啲咩股票，可能問下你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一個決定或者係主意嚟嘅喎。咁喺5月份啦，其實啦，行星嘅一個能量咧，相對地會開始分散，冇話好似過去呢幾個月咧咁鬼集中㗎。咁但係只不過都仲仍然會有一個星群喺度。其實個星群係留咗喺邊度咧？就係你個5宮啦。5宮係代表緊啲乜咧？你嘅一個戀愛宮啦、子女宮啦、娛樂創作或者係賭博嘅一啲宮位嘅喎，而且入邊有啲乜嘢嘅行星喺度咧？就係火星、土星以及海王星啦。咁樣火星啦，佢喺呢一個能量狀態嚟講咧係入廟嘅。火星本身咧，佢所在之處嗰個板塊嘅一個能量將會加速得非常之勁。佢咧就係一個啦。能量加速器啦，咁當火星喺呢一柱嘅一個位置上邊啦，戀愛上邊嘅議題啦、子女啦，甚至乎藝術或者創作嘅議題啦，你嘅行動力都係會拉爆滿滿的。而且地啦有好多嘅一啲嘢，你認為要咁樣做，或者譬如話我認為要解決一個問題嘅，我認為我要同你一齊去創業嘅，你哋亦都會好直接、好快脆咁去提出嘅。並且啦喺個過程入邊咧係伴隨住非常之勁嘅一啲熱情啦，但係有人會覺得一樣嘢，咦，你會唔會好急啊？因為火星佢本身就係一個快嘅一個能量狀態啊嘛，而你亦都處於一個目標為本嘅一個情況底下，有好多人咧就會話俾你聽，喂，我覺得你好似有少少急喎，有咁樣嘅一個呈現嘅一個模式，而且你啦隔離有一個土星喺度。土星其實咧個能量狀態喺呢一度咧，佢係一個入弱嘅一個狀態㗎。土星本身咧就係象徵住一啲責任啦、框架啦、製造啦、延遲嘅一個星系嚟㗎。咁頭先剛剛個火星好快，土星又話 delay 喎，咁所以你會覺得一樣嘢嘅，有一啲嘢要推嘅時候咧，就好似推唔喐。例如好簡單，你咧好想去同你個伴侶去做一啲嘢咁樣去計啦，或者去約會咁樣去計，佢臨時又話要開 OT，臨時又話屋企有事，你會覺得有好多樣嘢咧，好似卡住，唔係好順利咁樣。或者地啦，你好想同你嘅一個子女去報讀一啲乜嘢興趣班啊，或者係同佢去一個旅行咁樣計，點知原來學校臨時臨急又話要去表演，臨時臨急又話有一個比賽。你就會覺得有好多行動上嘅嘢回收咗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個海王星都喺呢一度嘅喎。海王星係一個關於同理啦、同情啦，以及一個迷霧嘅一個星系。咁亦都係代表緊你可以幻想一下喺呢一啲板塊上邊啦，你好似一個蒙查查一團霧咁樣啊。咁變相地咧，你會覺得有好多嘅問題咧，你係好似睇唔清楚啦，甚至乎可能子女啊，或者你嘅一個桃花容易同你講大話，
或者帶你畫餅遊花園㗎，容易有呢一類型嘅一個狀況發生嘅。5月3號咧，水星將會進入去你代表日常生活健康，或者係你同下屬關係、寵物嘅一個六宮嘅喎。咁首先講講水星象徵住啲乜先？水星象徵住咧有條理嘅溝通嘅邏輯嘅學習思維嘅一個星系嚟㗎。當佢進入咗咧象徵住日常生活嘅一啲六宮嘅時候啦，你會發現嘅你嘅一個思維相對地會係清晰啦，並且都以係一個落地以目標為本為主嘅一個出發點㗎。例如你會喺你日常嘅一個生活當中啦，想建立一個好嘅一個秩序、好嘅一啲架構，你會想有一個程式化、公式化嘅一啲嘢俾你嘅下屬去執行，或者你會對於你嘅一個日常嘅健康身材嘅管理咧，會有進一步想去再次地學習啦，或者去提升嘅喎，以及將會同寵物相處嘅時間多咗啦，或者同下屬相處嘅時間溝通都會多咗㗎。咁另外一個嘅一個時間段就係5月7號啦。5月7號咧，你嘅冥王星將會喺你嘅3宮出現逆行嘅喎。3宮係象徵住一啲好朋友咧、兄弟姊妹啦，或者一個短期旅行學習嘅一個板塊嚟㗎。冥王星咧，即係最注重緊一啲咧涅槃重生啦，將一啲關係各樣嘢深化啦嘅一個星系㗎噃。咁當逆行嘅時候咧，其實整個能量咧就會往內收啦，亦即係現實嚟講，叫做喺呢一啲板塊將會有少少 payback， 你會睇翻轉頭啊。所以冥王星在逆行嘅一個期間啦，你好容易就會不停咁諗翻以前過去嘅一啲事項，以及仲係要唔衰格、冇創傷嘅唔忘，亦即係講緊一樣嘢啦。佢將會檢視你喺過去同你嘅兄弟姊妹啦、好朋友啦，或者你嘅一個鄰居產生碰撞過嘅一啲回憶，或者一啲所謂嘅關係上邊嘅裂痕你有可能好似一個親歷其境咁樣再次去聽翻一次。但係當然地我哋都要需要同你講一講，如果過去有類似嘅事項你先會比較有強烈嘅一啲感覺，或者嗰件事其實你都係未放得低嘅，其實你先會有呢啲感覺㗎。但係若然嗰件事對於你嚟講，你已經係放低咗，或者係覺得佢只係一個回憶啫，其實你就唔會有太大嘅一個反應啦。而且5月7號至到10號，月亮將會掠過呢一啲位置㗎，所以佢會係一個更加大嘅一個情緒放大器，因為月亮代表情緒亦都代表潛意識㗎。咁樣我哋需要有覺察力地知道自己對於啲乜嘢係未放得低，或者對於啲乜嘢係你會特別係有感覺。呢一樣嘢係會令到你更加多嘅去了解到你自己，以及去進行一個修復以及處理喎。所以呢段時間亦都要注意，有可能會同一啲好朋友突然間就分道揚鑣啦。好，另外一個嘅就係5月17號。5月17號水星將會進入你嘅7宮㗎。咁樣水星頭先都講過關於思維邏輯溝通嘅一個星系嚟嘅。佢進入第7宮，第7宮係代表緊啲咩呢？單對單關係、合約或者一啲夥伴，你嘅一個伴侶嘅一個宮位㗎。水星進入到呢一度其實佢係處於一個入廟嘅一個能量狀態㗎噃。咁樣其實係非常之好㗎。點解咁講呢？第一件事就係你好有一個，你會好合適你係可以同伴侶溝通又更加順利啦，係可以推動一啲合約嘅一啲進度啦，大家嘅一啲溝通要點樣合作落去嘅一啲板塊嘅模式喎，亦都你會覺得一樣嘢嘅落地嘅，亦都會做到一個好合理合適嘅一個落地嘅一啲方案，而且你之後太陽都會進入呢一個宮位，不過我哋晏啲再講。好啦，19號火星就將會進入去6宮。首先講一講6宮，我哋剛剛都有提及過㗎，關於日常生活職場健康寵物嘅宮位。咁火星呢一個加速器佢進入咗6宮嘅時候其實佢能量狀態就係落陷嘅，亦即係講緊一樣嘢，上上落落，佢嘅一個供應就非常之唔穩定㗎喎。
咁樣火星進入到呢一度啦，你就需要十分之留意啦。因為如果火能量一旦失控，就會反映到你健康上邊嚟講啦，就係可能係發炎啦、發燒啦、有病痛，或者呢一個類似叫做有意外啊嘅一啲事項咧，亦都係咁樣嘅一個代表嚟㗎。所以你當其時需要非常之去小心自己一啲身體，以及小心你寵物嘅一啲健康㗎。咁而喺職場同下屬相處嘅時候咧，亦都要注意一下講説話嚟講會唔會有太衝嘅一啲衝突嘅一啲關係。而且另外一個19號都會有變化嘅一個行星就係金星啦。金星咧將會進入你嘅第8宮，金星象徵住啲乜咧？魅力、美、享受、物質嘅一個星系嚟㗎。金星亦都係本身嘅一個幸運嘅一個代表㗎。你嘅木星同埋金星咧齊集8宮，其實當其時咧你呢一段時間段啦，最 lucky 嘅一個位置點啦，就係喺個8宮度啦。所以啦，亦都係你今個月入邊嚟講啦，最合適去做關於8宮嘅事項。8宮代表投資啦。他人嘅錢財啦、親密關係啦、生死或者啲咁嘅議題喎，所以你非常之合適地去處理你嘅一啲投資啦、偏財啦，甚至乎有唔少嘅一啲射手座喺呢段時間，你嘅一個屬於投資入邊嘅收入咧，都將會有一個非常之和味、好可觀嘅一個部分會出現嘅。以及咧金星同埋木星咧齊集喺同一個嘅一個位置上邊啦，睇嚟你喺同親密伴侶嘅一啲關係咧都會非常之相當唔錯㗎。亦都有部分嘅一啲射手座啦，容易去遇上一啲對象啦，佢有可能係唔見得光嘅喎。咁當然地啦，雖然有呢一個嘅一個秘密戀情嘅一個意思啊，但係睇落啦呢一個嘅位置上邊咧，亦都會讓你感覺到非常之舒服或者係愉悅嘅。另外一個5月21號就係太陽將會進入去7宮啦。太陽其實本身係一個 spotlight，佢所在之處咧就會俾到佢嘅一個光同熱，你會非常之去 focus 呢一個板塊啦。所以啦，去到月尾啦，你將會將你嘅重心點咧放喺一啲你同他人嘅一啲關係上邊啦。咁當然地配合埋你有第8宮一個咁頂級嘅一個運氣上邊啦，其實你要合作嘅一啲伴侶關係啊，各樣嘢其實非常之有利於你哋再進一步進行一個深化嘅一啲關係，即係講緊一樣嘢，我哋嘅感情又有啦，我哋亦都會成為一個可能喺利益上邊或者個命運上邊嘅一啲共同體，一個好堅固嘅一個同盟啊！呢一樣嘢適用於咧係一啲伴侶關係啦，甚至乎嘅你同佢嘅一啲合作入邊開始去達成一個協議啊，呢一啲亦都係可以非常之適用嘅喎。所以啦，當你去同人哋合作，容易達成咗合約期間啦，你哋亦都係可以咧利用到大家嘅啲能力，甚至乎大家嘅一個錢財啦，令到大家去互相達到一個共贏嘅一個效果㗎。所以整個5月我哋嚟總括一下先，我哋射手座咧嗰個直覺啦，同埋嗰個敏鋭嘅同情心啦，係發揮得一個淋漓盡致㗎。上半月啦，可能相對地啦，都會有少少嘅一啲思想上嘅衝擊啦，或者啲理念上嘅一啲混亂嘅喎。但係我哋要知道一樣嘢，逆行冥王星逆行呢一件事，其實係幫你篩走緊一啲你唔合適嘅一啲人事物㗎。咁嚟到下旬嘅時候咧，我哋都非常之建議你啦，剩低嘅人事物咧係你可以去珍惜，或者可以去放膽去愛、去合作、去珍視嘅一啲關係，甚至乎啦，你可以稍微地放下一少少你嘅一啲戒心啦，去同人哋做一啲深度嘅資源嘅一啲整合㗎。好啦，咁而家啦，我好感恩啦，你已經睇到嚟呢一度啦。如果你覺得呢啲影片咧係對你嚟講有幫助嘅話咧，不妨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一啲朋友，同其時都能夠讓你去種下一個好嘅一個種子㗎嘛。我係一個致力伴隨大家走上更美好生活嘅阿碧，我哋下一條影片見，拜拜。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2026年嘅5月份啦。真係時間過得非常之快，轉眼間又嚟到呢一個就嚟要食粽嘅季節啦。今個影片咧就係要為大家摩羯座帶嚟咧5月份流月對你嘅一個日常嘅一個
5月份嘅流月咧，對於你嘅一個日常生活嘅一啲變化啦。首先啦，我哋要嚟講講一個摩羯座，你嘅一個咧命主星土星啦，仍然啦留咗喺你嘅關於安全感加4宮嘅一個範圍入邊㗎，而且啦隔離咧仲有呢一個嘅火星以及海王星㗎噃。雖然啦，我哋今個月嘅一個行星嘅能量啦，並唔係好似上2個月咁集中，但係啦仍然都有呢一個星群存在㗎。但係喺進入呢一個嘅正片之前啦，俾我嚟做一個簡單嘅自我介紹先。我哋呢個頻道咧，最主要係講一啲關於顯化啦、業力種子法則嘅一啲宇宙法則，以及啦行星星座變化嘅能量嘅一啲嘢嘅喎。呢一堆嘅一啲主題咧，其實都係圍繞住一個中心思想嘅啫，就係啦去幫大家整合下點樣做可以讓你咧走上一個更幸福、更美滿嘅一個生活㗎。大家好，我叫阿碧，我係一個嚟自於澳門嘅塔羅牌身心靈嘅工作者。我喺呢一行已經做咗19年㗎啦，而家馬上就直奔主題先。咁樣啦，講關於嘅4宮，4宮其實象徵住內在嘅安全感加家庭嘅一個意思，入邊有火星、土星以及海王星㗎。咁我哋逐一嚟講一講，先講土星先。土星喺呢個位置上邊咧，係處於一個入弱嘅一個狀態嘅喎。入弱亦即係講緊一樣嘢啦，你喺呢個家庭入邊啦，或者內在嘅一個安全感入邊啦，可能會感覺到非常之疲憊或者唔太舒服嘅一個節奏㗎。第一樣嘢，你會有非常之多嘅一啲咧無力感，以及啦，你會覺得家庭咧可能對你嚟講啦產生住一個極大嘅責任，或者個掣肘住你自由嘅一啲框架。你會成日去問自己，究竟喺呢一度我角色係啲乜嘢咧？究竟我做得夠好啦嘛？你會有非常之多嘅呢啲自問自答嘅一啲咁嘅感受，甚至乎好可能啦，你個背景音都係你長輩一直以嚟話俾你聽，你要點點點嘅一啲咁樣嘅一個框架狀態，辛苦晒啦！而且火星啦，火星喺呢一度咧，其實佢咧係一個處於一個入廟嘅一個狀態嘅喎，亦即係講到啦，火星入邊啊，佢嘅一個能量咧得到一個充分嘅發揮。火星本身咧就係一個加速器啦，佢所在之處整個嘅能量啦就會係快起上嚟㗎，亦即係講到一樣嘢啦，你好想咧盡快地咧喺家庭入邊嘅一啲問題啊，或者家庭嘅一啲嘢啊，你覺得你自己係需要盡快去將佢搞得掂，或者係擺得平，你亦都啦會有行動力滿滿、操作力滿滿嘅，以及啦對於內在安全感嘅一啲建基以及架構啦，睇嚟啦你係會真係好想落地地去幫自己去實施實行到，甚至乎因此咧你可能咧每一日咧都為住你嘅一啲家庭嘅一啲相對地嘅問題啦，撲東撲西，將你嘅時間或者精力咧有非常之多嘅貢獻俾家人嘅喎，而且啦。隔離海王星喺度，海王星係象徵住一個關於迷霧嘅一個星系啦，以及啦亦都有講緊愛啊或者同情心嘅一個星體㗎。咁佢亦都係落宮喺你嘅一個4宮嘅喎，亦即係講緊一樣嘢。當你覺得身心俱疲之際啊，你覺得啊父母養我大育我大，我就必須要為家庭去奉獻，或者啦我因為要以愛之名啊，所以我迫使自己可能要做一啲我本身唔想做嘅嘢，或者要喺某個角色度維持住我要盡責任，或者我愛佢哋嘅一啲感受。所以啦，呢一個嘅一樣嘢有可能會讓你咧更加俱疲之餘，亦都同其時保持咗一份啦焦躁啦、冇耐性啦，以及被困嘅一個感覺㗎。咁啦，5月3號啦，水星咧就會率先移位，佢會由呢一個第4宮會進入到第5宮㗎。5宮係代表緊啲乜嘢咧？5宮係代表緊一啲關於子女上嘅關係啦、戀愛啦、你嘅娛樂、自主、博彩、創造力。而水星係代表緊一啲思維啦、溝通啦、有條理嘅，以及一啲短線學習㗎。水星進入到呢一個位置上邊啦，無疑嚟講會為你咧真係去諗一啲啦，或者去同一啲讓你帶嚟快樂嘅嘢進行到一個連結嘅喎。你可能咧會規劃緊一啲新嘅一啲創作啦，會規劃緊一啲新嘅一啲娛樂去俾自己啦，甚至乎咧會享受一啲咧新嘅令到你好有成就感嘅一項興趣㗎。以及啦，水星喺呢個位置咧，亦都會讓你啦同你嘅子女嘅溝通增加啦，同你嘅一個拍拖嘅對象嘅一個
互動咧都會增加嘅喎。並且過程係流暢以及愉快㗎，呢一股能量咧，其實無疑之間咧，會讓你個內心咧會多翻少少嘅一啲安全感，同埋可以穩得住你嘅一個陣腳㗎噃。好啦，另外嘅5月7號冥王星啦，將會喺你嘅二宮開始出現逆行嘅狀態。首先嚟講啦，二宮係代表緊你嘅一個財帛宮，財帛宮顧名思義就係你嘅收入啦、價值啦，或者你嘅一個資產㗎噃。冥王星咧係代表緊一個啦摧毀再重生嘅一個星系，或者個深刻脱變嘅一個星系㗎。逆行亦即係講緊整股能量往內收，所以啦，當冥王星出現逆行嘅一個時候啦，唔少嘅一啲摩羯座朋友話可能都會喺度 fan check 緊你而家嘅一啲資產啦，能否為你有一個充分嘅一個安全感，或者個腦會不停去播放一啲恐怖片啊，會話俾你聽以前咧有啲乜嘢嘅啲經歷咧，我係錯過㗎，我係犯過錯㗎，所以唔能夠再錯啦，我一定要之後咧點，會有呢一啲咁樣嘅一啲允諾承諾去俾自己㗎。嗰幾日咧，對於你 OK 嗰段嘅一啲時間咧，其實佢會強迫你咧去直視你嘅一個財務上邊一啲唔穩定啦，或者以前嘅一啲恐懼嘅喎。而且其實7號至10號之間咧，月亮將會同掠過冥王星去進行一個合相㗎。月亮啦，其實係講緊一個關於感受啦、情緒啦、潛意識嘅一個星系。當佢合上冥王星掠過嘅一個時候咧，佢會係你嘅情緒狀態嘅一啲高發期。你會對金錢啊產生一個強烈嘅所謂我想要捉住佢唔俾佢走嘅一個控制慾望啊！呢一個咁樣嘅狀態其實只係一場幻象嚟嘅啫。點解佢會咁講啦？第一樣嘢你要捉住佢，根本你錢呢一樣嘢本身就係捉唔住、留唔住，甚至乎一樣嘢就係話啦，你去審視你嘅一個自我價值。咁究竟自我價值係啲咩嚟嘅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抽象嘅一啲嘢嚟嘅喎。所以啦，當你有呢一個，如果你產生一定嘅一個內耗，或者一個唔知佢點樣去界定嘅時候咧，我哋會建議啦，有可能真係要做一啲瑜伽啊、冥想啊，讓自己個感受去到 calm down 先㗎。雖然對於物質上邊嘅一啲安全感，對於有一啲投資嘅一啲規劃啦，佢嘅一個fan check 或者睇一個回放，其實佢的確係可以讓你啦，對於你自己嘅一個理財啊，你一個財務處理上邊係可以有一個更深層次嘅一啲規劃。但係我哋要知道啦，呢一個叫做睇翻轉頭呢一樣嘢，其實佢唔係為咗嚇你，亦都唔係啦一個 bad luck 嚟。佢只係去讓你知道啦，原來譬如話某啲嘅項目嘅投資係啱你，某啲項目嘅投資係唔啱你喎。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對於你嚟講修正嘅一個機會啊。所以當一啲恐怖嘅一個感覺，或者一啲你覺得未處理嗰個部分彈出嚟嘅時候啦，記住一樣嘢，唔好逃避佢，直視佢，你會得到一啲叫做理財上、財務上邊嘅一個升華㗎。咁喺5月17號啦，5月17號水星將會進一步嘅一個移位，佢將會啦進入去你嘅6宮嘅喎。6宮係代表緊一啲日常生活啦，同下屬嘅關係、工作、寵物嘅宮位。而水星入到去呢一度咧，佢會係一個入廟嘅一個狀態㗎。水星係代表啦思維、條理、溝通、邏輯。入廟亦即係代表一樣嘢。你好似成個人醒晒咁樣啊！你對於你嘅日常生活啦、日常嘅一啲作息啦，非常具規劃性啊！並且啦，你亦都會開始成個大腦啦進行咗一個 upgrade 一樣啊！所以啦，你會覺得一樣嘢啦，係職場上面嘅溝通啦，係日常生活上嘅安排啦，甚至乎我需要點樣做健康飲食啊，建立起一個良好嘅習慣啊等等咧，都會係去到一個啦非常之好嘅一個掌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有邏輯嘅一個關鍵嘅。所以如果啦，你係真係好想你建立起一個好嘅習慣啦，喺呢一個時間啦，去進行一個修正，你嘅日常生活係非常之容易去取得一個成功㗎。並且可以讓咧我哋嘅一啲摩羯座寶子們咧，會重新感覺到一個安全感、有序嘅一個感覺㗎。另外啦，5月19號。火星同埋金星咧都將會有進一步嘅一個移動嘅喎。先嚟講火星先，火星啦就將會進入去你嘅5宮嘅，而金星咧就將會進入去7宮嘅。先講緊
五宮剛剛係我哋講緊嘅一個子女啦、拍拖嘅一個關係啦，以及呢一個嘅娛樂啊、創造性啊嘅一個宮位嚟㗎。火星啦進入到去呢度咧，其實佢係一個落陷嘅一個狀態，落陷嘅一個能量狀態，亦即係代表緊上上落落一個供應唔穩定嘅一個狀況啊。火星所到之處，剛剛都講過係非常之個能量會好急啦，好想快啦嘅一個嘅能量狀態嚟㗎，亦即係講緊一樣嘢就係話啦，火星啦喺呢一個位置上邊，你會對住你嘅子女啦，對住你嘅一個拍拖緊嘅對象啦，你好唔耐煩，甚至乎啦，你會覺得有一啲嘢咧，如果假設佢哋唔係跟到你嘅節奏，如果假設佢哋同你持有一個不同嘅一個意見咧，你就好容易非常欠缺包容心咁樣上去炮轟佢啦。所以啦，我哋需要知道一樣嘢啦，當你喺呢一啲嘅同戀愛對象拍拖啦，或者同子女教育嘅時候啦，會唔會係真係咧過於固執啊？而且地啦，五宮有時都會關於一啲賭博性嘅喎，你會唔會因為一啲情緒到而做出一啲類似叫做賭博咧？咁呢個我哋都需要係小心去留意一下㗎。咁而且地啦喺創作嗰方面啦，有可能啦都會呢一下有靈感，而另外一下又冇靈感嘅喎。推動創意項目嘅一個時候咧，我哋都可能要多翻少少嘅一啲包容性去俾自己㗎。咁而且地啦，金星啦將會進入去七宮，金星係象徵住啲乜咧？美啦、物質啦，一個類似叫做魅力啦嘅一個星系嚟㗎。七宮本身咧木星都會喺度喎，木星亦即係一個幸運嘅一個星，佢象徵住幸運啦、擴展啦嘅一個意味㗎。當金星同埋木星咧同聚七宮，嚟七宮嘅一個類似所謂嘅俾兩個幸運嘅一個星系都同時嚟祝福住。咁七宮係乜咧？七宮係代表緊一啲伴侶啦、合約啦、合作關係啦。所以呢一度咧就講到一樣嘢啦，你同你嘅一個伴侶啦，或者合作伙伴啦，合作嘅時候咧係非常之容易取得成果㗎，或者能夠咧結合到一張嘅好好嘅一個合約啦，係可以讓你咧之後賺取一個好豐厚嘅一個費用嘅喎。所以啦，如果假設你有一啲乜嘢嘅即係如果假設你今個月咧有啲乜嘢嘅唔開心啦，或者攰啦，不妨其實都可以同你嘅伴侶 share 啊，或者咧有啲咩諗唔明，唔知點樣做好，就拎出嚟同你嘅合作伙伴講啦。我相信咧你都會咧係去感受到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 supporting， 或者就係一個咧非常之甜美甜蜜嘅一個時光嘅。咁而另外一個嘅一個時間咧就係5月21號啦。太陽將會進入去你嘅六宮嘅喎，咁樣咧六宮之前咧水星就已經進入咗去啦。咁當太陽再進入去嘅時候咧，佢嘅一個被關注嘅情況咧就會進一步地擴大㗎啦。六宮日常生活、你嘅健康、作息以及你嘅一個寵物嘅宮位，而太陽其實象徵住咧就係一個熱能啦，一個光明啦。當佢進入到邊一個板塊嘅時候啦，呢個板塊咧係會被打亮、會被照亮㗎，亦即係講緊咧，你會再進一步啦去 focus 相關嘅一啲板塊，或者係將佢制定為一個目標㗎。你會將你嘅一個生活嘅重心點啊放喺你嘅一個工作，以及一個咧整理你嘅日常嘅健康狀態或者習慣狀態之上㗎噃。你咧亦都唔會真係咁去困喺一個情緒上邊嘅一個泥沼啦，以及地啦，你會覺得咧工作啊或者日常啊有可能會忙起上嚟，並且你都係幾投入嘅。你唔好講話忙就代表唔開心，因為如果忙一啲咧你自己中意嘅嘢咧，睇嚟你係會 enjoy 嘅喎。以及啦，當其時咧其實係好合適啦，配合埋你七宮入邊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運氣啦，去同人哋進行一個咧事業上邊嘅一啲合夥合作，亦都能夠收穫到咧唔少嘅一啲自信啦，人哋都會覺得你非常之專業啦。所以啦，呢個5月嘅下旬咧，我哋係非常之合適啦，將個重心點放返喺日常生活，或者係整理起一個新嘅一個習慣嘅一個時間嘅。好啦，咁我好感恩啦，你已經將呢個影片睇到呢一度啦。若然你認為咧，我哋嘅影片對你係會產生幫助嘅話咧，請你去按一個讚啦 ，share 翻出去，以及訂閱。
當你能夠分享佢俾你一啲好朋友或者有需要嘅人嘅時候咧，其實無意之間咧可以幫助到你去建立起你嘅一個好嘅一個種子㗎。我係一個致力伴隨大家走上更美好生活嘅阿碧，我哋約定好下一條影片見，拜拜！大家好啊，又嚟到2026年嘅5月份啦，話咁快咧就已經去到年中咯喎，唔知大家過得點呢？今年赤馬紅羊年咧，我收到非常之多嘅一啲個案啦，都係同我講咧，佢哋嘅人生或者生活圈咧產生有好多突然嘅變化，有一啲係突然間需要搬屋啦，有一啲係突然間轉行啦，而我嘅人生目標亦都突然間出現咗一啲改變，唔知喺影片前面嘅你又過成點呢？首先讓我嚟簡單係介紹一下我哋呢個頻道先，我哋呢個頻道咧主要係講一啲關於顯化啦、星座嘅一個流月對大家嘅一啲運程上邊嘅一個影響㗎。最主要嘅一個宗旨就係好想大家運用到上述3個要素，能夠幫助大家啦去打造你人生，成為一個完美嘅一個雕刻師㗎。我嘅阿碧，我係一個嚟自於澳門嘅塔羅牌身心靈嘅工作者，我喺呢一行做咗19年㗎啦。今日讓我哋嚟直奔一下呢個主題先。今個嘅水瓶座，水瓶座你嘅一個傳統嘅守護星土星。首先，水瓶座你嘅一個傳統守護星土星啦，仍然會落咗喺3宮啦，連同火星以及海王星咧形成一個星群㗎。而你嘅一個現代守護星天王星咧，即係會繼續去停留喺你嘅一個4宮㗎。咁而家由我哋嚟逐一去講一下。咁先講我哋留咗喺3宮嘅一個星群嘅土星先啦。咁讓我哋而家嚟講一講你嘅一個3宮先。3宮係象徵住好朋友啦、兄弟姊妹啦、學習啦嘅一個位置嘅板塊入邊嘅噃。咁而隔離會有一啲嘅咩嘅星系啦，火星同埋呢一個海王星嘛。火星其實佢所在之處咧，就會令到整個嘅一個能量場熱起上嚟嘅，亦即係講緊一個叫做快速好急速咁樣去運行啊！火星喺呢個位置上邊咧，佢能量場係入廟嘅，亦即係講緊一樣嘢，你同你嘅兄弟姊妹啦，你同你嘅好朋友啦嘅一個聚會互動，相對地都係會增加嘅噃。以及喺學習或者短程旅行啦，睇嚟喺呢一段時間咧，你都分分鐘你有非常之多嘅說學就學啦，或者說走就走嘅一啲短程之旅，行動力可謂是滿滿的。但係土星喺呢一個位置咧，佢嘅先天能量狀態咧就並唔係咁理想啦，就出現一個入弱嘅一個位置。咁樣入弱亦即係代表緊啲乜嘢咧？你有可能會覺得自己喺呢一個板塊上邊可能能量上並唔係好夠啊。例如好簡單同好朋友出嚟之際啦，你會覺得嘅你有責任去幫佢哋 book 位啦，有責任去分擔佢哋嘅一啲苦水啦，有責任地去請佢哋食飯啦，或者有責任地去幫佢哋去做一啲嘢啊。呢一個嘅一樣嘢，亦都可以應用喺一啲兄弟姊妹嘅一啲關係上邊。例如，你會幫佢哋去背負一啲不屬於你嘅一啲責任，或者佢哋一啲出現嘅一啲問題咧，會去讓你身感受限啊。而且你學習起上嚟咧，亦都有可能會出自於有非常之多嘅一啲外界嘅因素。例如譬如話隔離喺度裝修緊啦，以及隔離仲有一粒海王星。海王星其實係代表緊一啲同理心啦，或者啲迷霧嘅一啲行星嘅喎。所以你喺3宮呢個板塊上邊咧，咁你可以試想一下啦，就係3宮呢個板塊啦，前邊你一片迷霧，你好似完全睇唔清楚咁樣啊。咁樣代表緊啲乜嘢咧？咁樣亦都代表緊一樣嘢咯，容易同你嘅好朋友或者你嘅兄弟姊妹產生一定溝通上嘅一個誤會，以及你學習上邊嚟講啦，可能都會有一個所謂嘅腦部超載器太多事情讓你煩啦。由於火星嘅能量讓你有好多嘢好心急想達成，但係土星嘅能量又唔係真係咁 supporting， 會讓你覺得處處受限喎，所以你個腦係出現一定嘅一個拉扯感，焦急焦躁而且混亂㗎。所以呢一度都係需要俾翻多少少嘅一啲獨處嘅空間俾自己啊，
如果唔係就好容易會即係同人哋有產生一個衝突啦。咁樣5月3號咯喎，5月3號咧水星將會咧進入你嘅4宮嘅，四宮係代表一個家啦、安全感啦或者家庭。四宮係代表緊家啦、安全感啦或者家人嘅一個板塊嘅。當水星啦進入呢一度啦，就代表緊一樣嘢，同家嘅一啲溝通連結將會進一步增加。因為水星本身就係代表緊思維啦、條理啦、邏輯嘅一個星系㗎。咁樣水星進入喺呢一度啦 ，OK。第一樣嘢你會經常容易去思考啦，關於一啲安全感嘅一啲議題嘅，以及同家人之間嘅一啲溝通嘅比例啦，將會進一步地升高，以及亦都會類似所謂嘅叫做深歸咗。因為你嘅現代守護星咧，呢整個月咧其實都係留喺咗呢一個四宮嘅一啲位置上邊嘅。縱使啦，你有可能有一啲學習啊，或者有可能你需要處理一啲其他資訊啊，見到嘅你都係會相對而言覺得留喺個家入邊嚟講啦，係會讓你嘅最有條理啦，或者最適合嘅一啲嘅地方啊。所以當其時咧，亦都好適合啦，喺你嘅一個屋企入邊啦，進行一個整理啦，進行你嘅一啲靜思啦，或者同家人好好地咁對話嘅喎。咁另外一個時間啦，5月7號咧，冥王星將會喺你嘅命宮入邊出現逆行㗎。命宮亦即係第一宮，第一宮係代表緊你自己啦，你點樣向外去宣揚你係一個咩人嘅一個宮位。而冥王星係講緊一個摧毀與重生，甚至乎一個深刻嘅一個行星㗎。咁當冥王星咧逆行嘅時候，亦即係講緊你整個人會向內收，亦即係講緊你有好大機會啦，會係開始去審視緊你呢一個人由細到大嘅一啲嘢㗎喎，包括一啲類似叫做啲乜嘢好重要嘅一啲轉變啊，或者係一啲好重要嘅時刻啊。你亦都會有開始一啲整個人嘅一啲審視㗎，最主要咧就係包括緊你點樣去定義你自己啦，你自己嘅一啲自我價值以及我係邊個呢一啲咁樣嘅一啲議題㗎喎。而且地啦喺7至10號咧，月亮將會掠過一個冥王星㗎。月亮代表緊你嘅一個潛意識啦、情緒嘅一個狀態啦，所以喺呢一個嘅一個高發期，你有可能啦會對於我究竟係邊個咧？呢一個嘅問題咧進行一大段嘅一啲靈魂拷問，並且會審視自己一直以嚟所恐懼嘅一啲真相啊！咁樣喺呢一度咧，我哋必須要知清楚一個正確嘅概念㗎。當一啲星系進行逆行嘅時候咧，其實的確係俾你一啲修正嘅機會㗎。因為平日咧，你平日就會只係去操作緊你自己嘅日常啊，可能好少會有一啲靈魂上邊嘅一啲對話㗎喎。而呢一個冥王星喺你嘅命宮逆行咧，絕對地係去提給俾你一個機會啦。去選擇一下，我要唔要繼續以呢一個方式去生活，或者我係咪真係一個咁樣嘅人呢？嘅一個好好嘅自我面對嘅一啲機會。所以啦，當一啲問題或者當一啲污泥出現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好好俾你去整理佢或者清理佢嘅一個時間段。當佢恢復順行嘅時候，就係一個重新出發嘅一個契機啦。咁另外一個會變動嘅一個能量咧，就係嚟自於5月17號嘅水星啦。水星將會進入去你嘅一個5宮㗎喎。水星咧喺5宮嘅一個位置上邊嚟講啦，佢會係一個入廟，亦即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能量狀態嘅。水星我哋再次去提及一下啦，關於溝通、思維、邏輯、條理嘅一個星系，佢亦都係一個短線旅行嘅一個代表喎。好啦，五宮關於就係拍拖啦、戀愛對象啦、同子女關係啦、創作娛樂嘅一個板塊嘅。當水星落到嚟呢一度嘅時候咧，你同你嘅伴侶、你同你嘅子女嘅一個交流互動情況係可謂非常之良好。你會達到一個發揮得好好嘅一個溝通邏輯啦，你亦都會容易去達
醒啊，進入你嘅一個四宮嘅喎。四宮係代表緊一啲啦家啦、內在安全感啦，或者係家人嘅一個星系㗎。水星進入呢一度咧，亦即係代表緊啦一個同家人嘅一個溝通狀態啦，次數啦會增多嘅喎。因為水星啦本身係象徵住邏輯啦、思維啦、溝通啦、學習嘅一個星系嚟嘅。當水星進入到呢一個板塊，你會對於你嘅一個內在安全感嘅一啲議題啦、家啦，會開始啦越嚟越重視㗎。亦即係講緊有一啲人咧會覺得一樣嘢。當其時水瓶座嘅你咧，會好中意匿喺屋企嘅喎，因為你會想暫時去封閉一啲同外在嘅一啲社交啦，甚至乎啦會好想好好地咁去整理房間啊，俾自己休息一下，或者同家人咧進行一啲對話嘅一啲好時機㗎。咁樣另外啦，冥王星係7號開始會出現逆行嘅一個狀態。冥王星逆行喺邊度咧？逆行喺你嘅一宮嘅，一宮亦即係你嘅命宮啦，亦即係講緊你自己啊。你自己包括你自己點樣睇你自己啦，自我價值啦，點樣去向外界展開你自己。咁冥王星係個咩星系咧？冥王星係講緊一個啦，關於一個摧毀與重生嘅一個星系，亦都係關於咧係一個深刻嘅一個掌控嘅一個行星嚟㗎。咁逆行亦即係代表緊啊，將成個嘅一個能量狀態啦往內收個喎。咁其實象徵住啲乜咧？你會開始去審視你自己整個人啦，包括你自己我究竟係咪一個夠好嘅人啊？我究竟係一個咩人啊？我究竟係邊個啊？你會開始對自己去進行一個靈魂上嘅拷問㗎。尤其是7號到10號，因為月亮會開始掠過合相於冥王星，一個咧將會係你嘅情緒觸發嘅一個高發期。因為月亮係象徵住一個潛意識啦，一個情緒表達啦嘅一個星系嚟㗎。咁所以啦，你會非常之去檢視自己有啲乜嘢合適要繼續維持，有啲乜嘢我係需要去改善嘅咧，亦將會喺呢個逆行嘅時間咧，去深刻地嚟一次嘅面對㗎，以及你自己究竟一直以嚟驚啲乜或者弱點喺邊度咧，亦都會去迫使你咧再進一步去面對呢一啲嘢嘅喎。但係我哋要有一個正確嘅一個概念，正確一啲觀念嘅，就係啦，逆行嘅時候出現嘅一啲問題啦，或者出現嘅一啲污泥啦，其實佢係俾你一個機會去重新去整理、清理完之後咧，讓你喺順行嘅時間咧重新上路。呢一個先係一個正確嘅一個進步，正確嘅一個觀念㗎。咁另外嘅5月17號咧，水星將會有進一步嘅一個移位嘅喎，佢將會進入到去代表緊戀愛同子女關係、娛樂或者創作、賭博有關嘅5宮。咁而水星啦本身就係講緊溝通啦、思維啦、邏輯啦嘅一啲星系嚟嘅，而佢進入5宮嘅時候咧，能量狀態係非常之好嘅，係一個入廟嘅一個能量狀態嚟㗎。而且啦，你本身嘅現代守護星天王星咧，亦都係喺5宮嘅喎。咁樣第一樣嘢啦，你就會發現一樣嘢，你同你子女嘅一啲溝通啦，你同你嘅一個你嘅一個拍拖嘅對象嘅一啲溝通啦嘅次數，將會咧係再進一步嘅一個提升嘅。並且啦，係溝通上邊嘅品質嚟講啦，係非常之流暢，以及係流暢有條理嘅喎。對於你嘅一個興趣上嘅一個學習咧，睇嚟你亦都會有到一啲新嘅一啲學習方案啦，或者你會對於你嘅一啲咧娛樂啊、創作啊、學習方面咧產生一個濃厚嘅興趣㗎。而且啦，水星同天王星有個能量嘅交匯啦，亦都可以進一步令到你嘅覺察力或者你嘅一個意識有進一步嘅一個好似醒翻晒咁樣一樣啊，而且能夠可以去創出一個咧獨特嘅一個火花，人哋會覺得咧你係一個點解我呢個對象與眾不同嘅咧？或者點解你創出嚟嘅一個作品與眾不同嘅咧？呢一個嘅一個魅力咧係非常之吸引人㗎。咁另外啦，5月19號嘅火星以及金星咧都會有進一步嘅一個能量上嘅一個移動嘅噃。第一樣嘢，火星咧將會進入你嘅第4宮嘅。第4宮咧喺呢一個嘅能量狀態下，
火星其實佢係出現一個落陷嘅一個現象嘅，落陷亦即係講緊佢嘅一個叫做能量狀態上上落落，非常之唔穩定啊！我哋頭先都講過火星嘅，火星係一個加速器嚟㗎，但係如果咧佢係一個咧，你可以幻想下好似一個一級方程式入邊一啲電單車咁樣去行得好快啦，但係啦佢又好似冇一個特定嘅方向喎，咁就變成非常容易炒車或者係撞車啦。當火星啦去到4宮嘅時候咧，內在嘅一啲安全感咧，唔知點解會受到一個撼動啊，甚至乎受到一定嘅一個衝擊啊，與家人嘅關係咧比比皆是。第一樣嘢啦，你有可能會發生一個你自己冇乜包容性，冇乜安全感，甚至乎會覺得嘅自己本身嘅一啲信念信仰咧，安全感嗰方面咧可能會產生一個衝突以及一個瓦解嘅跡象㗎，所以有唔少嘅一啲人咧，有可能喺屋企咧，亦都會同你嘅家人啦產生一定嘅一啲摩擦啦，或者係失去耐心去處理家庭嘅一啲事務㗎。亦呢一段時間咧，亦都有可能會出現一啲壞電器啊，或者家居需要裝修等等嘅一個問題喎。咁另外一個位置變動嘅咧就係金星啦。金星啦將會進入你嘅6宮嘅。咁首先嚟講講金星代表嘅係美啦、物質啦、享受啦、魅力等嘅一個星系㗎。佢進入你嘅6宮，6宮係講嘅日常生活啦、健康啦、寵物啦、與下屬關係嘅一啲宮位。咁呢一度啦，其實咧咁佢會讓你嘅一啲日常工作啦嘅一個和諧嘅氛圍啦，係推到一個比較高嘅一個高點嘅。你同你嘅同事之間嘅一啲相處咧，相對地氣氛都會非常之融洽，以及一啲順利嘅喎。亦都有唔少嘅一啲水瓶座啦，有可能喺你嘅辦公室入邊咧，容易出現一啲桃花啦，或者啲辦公室嘅一啲戀情㗎。而且地啦，由於佢同你嘅一個健康狀態，6宮同你健康狀態都係有關，所以其實喺呢一個位置上邊咧，非常之合適啦，去進行一啲養生啊，或者啲培養一個健康嘅一個小習慣，你亦都會非常之 enjoy 呢一切㗎。呢一度亦都合適同你嘅小寵物、小動物多多相處，睇嚟啦，佢都可以治癒到你嘅一個心靈上面嘅嘢㗎。喺5月21號啦，太陽將會進入去你嘅5宮嘅喎。太陽其實佢係一個咧所謂嘅一個打亮器或者一個 spotlight 㗎，佢所在之處咧就會打亮到呢一個板塊嘅一個能量啦，亦都會讓佢活躍起嚟㗎。咁而5宮啦，頭先都講過啦，關於戀愛啦、孩子啦、創作啦、娛樂嘅一啲宮位㗎。咁本身啦，你嘅現代守護星喺度啦，水星喺度，當太陽都進入埋嚟嘅時候咧，佢就將會係進一步成為你嘅一個日常生活嘅一個主軸，關注嘅一啲焦點啦。並且3粒星喺度咧，佢就已經形成咗一個星群咯喎。你嘅一個生活重心點啦，就將會啦去瞄向呢一個點樣去自我實現，點樣去啦去做翻自己嘅一個主題。即將會開始㗎，有部分一個水瓶座啦，亦都有可能會出現一個啦極佳嘅一個戀愛期啦，或者遇到一個咧非常之與眾不同，或者係令到你覺得非常之契合嘅一個伴侶㗎喎，而且啦，你亦都會好想啦去投入一啲你嘅一個興趣啦、創作啦，或者展示你嘅一啲個人才華㗎。我好感恩啦，你已經喺呢條影片啦。若然你認為咧呢類型嘅影片咧都可以幫到你嘅話啦，咁不妨將佢分享埋出去啊，可以幫助到你身邊嘅一啲人，亦都能夠讓你咧留下一個更加好嘅一個種子去種下落嚟。記得要幫我咧去到點讚呢條影片啦，分享以及訂閱呢一個頻道。我係一個致力伴隨大家走上更美好生活嘅阿碧，我哋約定好下一條影片見，拜拜！大家好啊，又嚟到2026年嘅5月份啦。今個影片咧就係為咗雙魚座嘅你啊，特登去打造出嚟嘅5月流月嘅星座運程對於你嘅一個生活上嘅影響㗎噃。咁首先嚟到一個簡單嘅一個介紹一下先。我哋呢個頻道咧係致力咧
去鋪一啲咧關於顯化啦、總之業力法則啦，以及星座嘅一個能量嘅一個變化，對你產生嘅一啲影響㗎。最主要咧都係想幫助大家啦，點樣去打造你嘅一個完美生活嘅一個指標㗎。我係阿碧，我係一個嚟自於澳門嘅塔羅牌身心靈嘅工作者。我喺呢一行做咗19年㗎啦，所以而家嚟即刻為你介紹5月嘅星座運程對你嘅影響先。我哋嘅雙魚座咧有2粒嘅守護星嘅，一個係古代守護星木星，而另外一個則係我哋嘅現代守護星海王星個噃。現代守護星海王星連同木星以及土星啦，都留咗喺你嘅2宮，形成一個星群㗎。咁樣意味住一樣嘢㗎。我哋2宮財帛宮，即係講緊一啲自我價值以及財嘅一個宮位啊，會係你嘅一個5月份嘅一個重心點㗎噃。咁讓我哋嚟逐一去講解一下。OK， 火星、土星同埋海王星。火星咧喺呢一個2宮入邊咧，佢能量狀態係一個入廟嘅一個位置㗎。入廟係代表緊啲乜嘢咧？入廟係講緊佢嘅能量得到充分嘅一個發揮，而火星啦其實本身所在之處會讓這個嘅一個板塊入邊啦，佢嘅能量狀態啦係運作得非常之快，亦即係講緊一樣嘢，你嘅行動力動作啦，亦都係非常之強勁嘅噃。咁樣你對於理財啦，你對於財務上嘅一啲策劃啦、處理啦，睇嚟都唔會有啲乜嘢嘅一啲拖延嘅。咁但係啦，我哋都需要留意翻一樣嘢啦，因為土星咧喺呢個位置上邊，其實佢係一個入弱嘅一個狀態㗎，而土星係代表緊一啲框架啦、掣肘啦、責任啦嘅一個星系嚟㗎噃，所以就係話啦，當我哋嘅雙魚座，你有可能要運用一啲財務上嘅資源嘅時候咧，你有可能會出現一啲匱乏感啦，或者一啲障礙㗎噃。而海王星仍然留喺呢一度，其實就即係講緊一樣嘢，你有可能啦喺嗰個財務啦或者自我價值上邊啦，會產生一定一個迷茫，或者你睇唔清楚嘅一啲傾向啊。例如我究竟有啲咩好咧？我究竟有啲咩價值咧？我而家擁有緊嘅資產係咪能夠充足為我帶嚟安全感咧？我相信咧有好大機會，你喺呢段時間都會產生呢一啲咁樣嘅疑問㗎啦。而5月3號，水星將會進入去你嘅一個3宮㗎。咁水星代表緊嘅就係思維啦、邏輯啦、溝通啦。3宮代表好朋友、兄弟姊妹以及學習㗎。當水星啦進入咗你嘅一個3宮之後啦，你又可能會同你嘅一個好朋友啊、兄弟姊妹聚會加多啲嘅，甚至乎啦，你對於學習嘅意欲亦都會得以大大嘅一個提升嘅。而5月7號，我哋嘅一個冥王星將會喺你嘅12宮出現。12宮啦，就即係我哋嘅一個隱蔽宮啦，佢亦都關乎於啦業力啊、潛意識啊或者心理狀態有關嘅。咁而冥王星代表嘅係乜嘢啦？冥王星代表緊嘅係一啲摧毀與重生、一啲深化一啲權力嘅一個嘅星系嚟㗎。咁逆行嘅時候咧，亦都代表緊嘅所有嘢會產生一個翻轉嘅一個 payback， 你有可能好似時間倒流、時光倒流一樣，整個能量往內收㗎。咁亦即係講緊一樣嘢啊！呢一段時間咧，你好容易啦會產生住一啲咧靈魂上邊嘅清理啦，你對於過往嘅一啲業力嘅一啲重塑啦、回溯啦，甚至乎就係話你需要去逼使自己去面對緊一啲內心入邊真正嘅一啲恐懼㗎噃。咁但係我哋需要去知道一樣嘢㗎，逆行其實往往嘅一個機遇就係俾我哋去清理以前過往嘅一啲叫做唔好嘅一啲類似叫做習慣。咁樣佢係一個修正嘅一個機會嚟㗎。由於啦12宮亦都關乎你嘅業力嘅一個問題，所以你亦都會迎來可能一啲業力嘅大爆發，甚至乎啦，亦都係一個俾你清理業力嘅一個好時機。好啦，咁樣另外一個嘅就係5月17號啦，會進入去你嘅第4宮㗎。水星係掌管住你嘅一啲邏輯啦、思維啦、溝通啦與學習嘅一個星嚟㗎。而4宮啦
係代表緊一樣嘢，四宮係代表你內在安全感啦、家啦以及家人嘅一個板塊嘅喎。當水星啦進入埋呢一個四宮嘅話咧，其實係象徵住啦你同你家人嘅一個互動啦、溝通嘅一個狀況啦，會更加進一步地增多㗎。由於水星喺呢一個位置上邊咧，佢嘅能量狀態係入廟嘅一個能量狀態，亦即係講緊一樣嘢，佢發揮得非常之好啊！你咧好容易啦，除咗同家人溝通良好之外啦，你亦都會能夠喺屋企入邊，你嘅思維會變得非常之有條理啦，所以係好合適啦，將你一啲需要思考嘅問題可以喺屋企度去做啦，或者去處理嘅喎，亦都可以啦，去設計下點樣去裝潢你嘅屋企啦，或者去點樣去打造你真係好有歸屬感嘅一個地方㗎。而且你亦都好容易可以再思考多啲，究竟你係對於啲乜嘢你先會真係有安全感咧？呢一個議題，由於水晶嘅能量狀態係非常之良好啦，所以其實佢係好 supporting 你去做呢一樣嘢㗎。咁另外嘅5月19號將會迎來兩個嘅一個行星嘅一個變化嘅，一個係三宮啦，火星將會由二宮遷移進入去三宮㗎。另外一個啦就係金星將會進入你五宮，而你嘅一個咧古代守護星咧，亦都係留喺你五宮嗰度嘅喎。咁讓我哋嚟逐一去講解一下。咁首先啦，就係啦，火星啦進入三宮呢個位置上邊，其實係出現一個落陷嘅一個能量狀態嘅。落陷嘅意思係指緊啊，佢嘅一個能量狀態忽上忽落啦，亦即係講緊啊非常之飄忽以及 unstable 啊。但係我哋可以幻想一下㗎，火星佢本身就係一個加速器，亦即係講緊佢會將整個能量嘅板塊都會變得係急㗎。但係由於佢係一個落陷狀態，所以佢個供應變得係非常之唔穩定啊。咁樣變相地啦，好容易咧，就係你喺你嘅學習啊、溝通啊、同兄弟姊妹相處或者好朋友相處嘅期間啦，有可能啦，你會個人啦比較焦躁啦、急躁啦，或者地啦，你會出現一啲固執嘅一個狀況嘅喎。所以啦，一個唔該就好容易會同人哋起衝突啦。由於啦，你個心唔知點解啦，都係非常之急嘅一啲關係，所以你會好難去對住佢哋嘅，有耐心以及包容力㗎噃。而且地啦，再講講我哋嘅五宮金星先。金星係象徵住啦美啦、魅力啦、資源啦嘅一個星系嚟嘅。當佢進入五宮係代表緊啦戀愛啦、子女啦、創作啦、娛樂嘅一啲宮位。咁亦都係代表住一樣嘢啦，你嘅一個兩個嘅一個幸運嘅一個星系齊集五宮㗎。所以啦，佢係一個非常之幸運嘅一個跡象嚟㗎。你嘅嗰啲桃花啊，將會啦去到一個頂峰，以及啦你同你戀愛關係嘅一個對象咧，睇嚟相處得亦都係非常之甜蜜㗎。你同你子女之間嘅一啲相處啦，個活動啦，嗰個比例係非常之拉高啦。而且亦都係好有品質喎。而如果你係一個內容創作者咧，你喺呢一段時間啦，創作出嚟嘅一啲藝術品啊，或者一啲影片啊，亦都係好容易咧產生一定嘅一個感染力出嚟㗎。所以啦，呢一個嘅一個板塊啦，亦即係你呢一段時間，如果你有啲咩攰啊，或者咩唔開心，不妨多多創作，不妨多多攬住你啲子女。我相信你一定能夠非常之 enjoy 你嘅生活㗎。另外嘅5月21號，太陽咧將會進入你嘅一個四宮，代表家內在安全感嘅一啲板塊㗎噃。當太陽進入去呢一個板塊嘅時候咧，由於太陽嘅能量啦，本身就係講緊一個 spotlight，一個咧讓整個板塊打亮嘅一個能量狀態嚟㗎。咁當太陽進入到呢一度嘅時候啦，你嘅一個生活嘅一個目標啦，你嘅一個焦點啦，都會放喺同家有關嘅一啲東西，以及同你內在安全感有關嘅一個部分㗎。而且啦，我哋能夠咧趁住太陽嘅一個能量啦，可以諗下或者思考下如何為自己打造一個更舒適、更有歸屬感、更有安全感嘅一個地方㗎喎。如果當其時咧，你願意咧多多佈置你嘅一啲屋企啦，或者同家人多多嘅一啲聚會啦，我相信咧你的確能夠咧揾翻一個啦屬於你溫柔啦，
同埋咧一個有歸屬感嘅一個能量狀態㗎。咁好啦，我好感恩你啦，將呢個影片已經去睇到呢一度啦。若然啦，你覺得呢類型嘅一個影片能夠幫助到你嘅，請你喺度按翻個訂閱啦、按讚、分享啦，以及嘅咁樣嘅一個做法咧，都能夠為你自己去建立起一個好嘅一個種子㗎喎。我係一個致力伴隨大家走上更美好生活嘅阿碧，我哋約定好下一條影片見，拜拜。